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圣经诗篇第150篇第6节，佮安尼讲：既若有喘气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上帝的创造是遐尼奇妙，只是咱三角用诗歌做伙来学乐伊。万有三角主之欢喜，学乐上帝这声吟诗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人来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，学乐天父。仰望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日头出现，大光满天，日落月出来照暗暝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天顶星星拢总欢喜，因的笑颜袂当算起，学乐天父，仰望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清清滴滴流来，永远响亮那个和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酒吧唱哼一支吹吹，手声做做好玫瑰堆，学乐天父。仰望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踮世间虽有烦恼，实在免惊有主通靠。哈利路亚。当心甲
感情，好使上帝永远无停。阿拉天父永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万有三到主旨，万有三到主旨欢喜。阿拉上帝这声音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仁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，阿拉天父永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拉天父永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，请咱三个起立，用欢喜的心来娱乐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斗斗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深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斗斗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深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检彩，检彩拄着有问题呢，也是甚物大烦恼，着较毋通常常失志，着将大项来祈祷。有朋友到这真重，甘愿体贴万载好，耶稣在咱心的软弱，将这苦事来祈祷。世事也咱拢无几人，亲像担担要跋倒，天大救主咱通真久。万事拢通对伊讨，听有朋友看见也济，通将这事来祈祷。主的应许也早保护，心通安尼免烦恼。请甲你隔壁的人讲，耶稣是咱上好的朋友。耶稣是咱上好的朋友。最好朋友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斗斗过愈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深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检彩拄着有问题呢，也是甚物大烦恼，着较毋通常常失
用大项来祈祷。甲有朋友到这真重，甘愿体贴万载好。主所在咱心的软弱，将这苦事来祈祷。世事也咱拢无几人，亲像大大要跋倒。一大救出咱通亲近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朋友若有看见也这，通将这事来祈祷。主的应手也查保护，心通安然免烦。主的应手，主的应手也查保护，心通安然免烦恼。感谢主，咱就捧声献给主，请坐。耶稣是圣洁公义的救主，彰显上帝的智慧能力，请咱同心用心灵献上咱的敬拜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智慧能力。你的顶比山高，比海较深，满有风心无尽的稳定。耶稣。官兵将官万有，空地应要尊贵而乐。我的心诚实来献上敬拜，坐伫宝座顶上听我的主，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。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，予我的主，予我多多卡无你，用心来敬拜你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。彰显上帝智慧能力，你的听比山高，比海较深，满有风心无尽的稳定。耶稣，官兵将官万有，空地荣耀尊贵而乐。我的心灵诚实，献上敬拜，坐伫宝座顶上听我的主，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，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，予我的主，予我多多卡无你，用心来敬拜你。咱个对他来讲，耶稣是圣洁的救主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智慧能力。你的听比山高，比海较深，满有风心无尽的稳定。耶稣，官兵将官万有，空地应要尊贵而乐。我的
心诚实来献就敬拜，坐伫宝座顶上听我的主，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，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，予我的主，予我多多卡无你，用心来敬拜你，举起我的手，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，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，予我的主，予我多多卡无你，用心来敬拜你，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，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，予我的主，予我多多卡无你，用心来敬拜你，予我的主，予我的主，予我多多卡无你，用心来敬拜你，用心。用心来敬拜你。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创造天顶地上所有的万物，互阮会通享受伫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中，阮也深深感受到你创造的奇妙。亲爱的耶稣，你亲像阮的朋友，担当阮的罪恶甲烦恼，互阮的心灵安然徛起伫你的同在内面，将所烦恼的代志放心交托予你。亲爱的圣神，你感动阮逐人的心，互阮会通用心灵吟诗学了主的大恩典。求主赏赐阮有谦卑顺服的心，互阮伫金主日的诗歌、讲道信息中，领受到你话语的道理的启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着阿罗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，愿众百姓拢讲阿门。恁着阿罗耶和华，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303首。主，我要阿罗你，主，我要阿罗你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家有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予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真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54篇。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。忧伤的人真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。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亲受所应允的土地。咬喙焦希望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帮助。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。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足尽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。这是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，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求主为我做清气的心。
感谢主为咱做清气的心。只是三甲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，伫个创世纪32章22到32节。伊眠死起来，带伊两个某、两个女婢，甲11个囝，拢过雅博的渡头。大先互因过溪，凡所有的也互因过。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，有一人来甲伊相演，到伫天曝光。迄人看袂赢伊，就伸雅各的大腿骨相演到时，雅各的大腿骨找着。迄人讲：天要光啊，就放我去。雅各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毋放你去。迄人讲：你名做啥物？伊讲：我名做雅各。迄人讲：你的名无要阁叫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，拢得着较赢。雅各问伊讲：请将你的名甲我讲。迄人因伊细数问我的名，就伫遐甲伊祝福。雅各名迄所在叫便以利，因为讲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的性命又得到保全。日拄仔出，雅各经过便以利，伊的大腿已经歹，所以遮的以色列人无食大腿头的菌，到伫今仔日，因为迄人伸雅各腿骨的大筋。今仔日题目书要正道的题目是甲主的话语，写甲三演，小演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咱会当搁一遍伫遮大家敬拜上帝。三演，三演，搁大腿骨抓着，我会选即个题目，搁再用即个三演，咱普通较少咧想着即个问题。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帮咱去看，因为这其实我会选这段经节，就是我做牧师呢，安尼几十年来的一个，算会当甲伊总结伫即个圣经节。若要对规个圣经来选一则圣经节，我会选这则圣经节。我嘛今仔日选这则圣经节，甲咱大家参加来想。甲上帝话相演，意思是啥物？意思就是，咱要尽咱的气力，要去敲吹，要去理解上帝的话，对伫咱的生命咧，甲咱讲啥物？咱要去敲吹，尽力要用尽方法，要将上帝话带来，互咱变成做一个祝福。就亲像雅各甲上帝私下相演，伊要爱得到上帝祝福。你若安尼甲关联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我要讲的迄个小演是啥物意思？因为咱在圣经内底上帝话，咱无拢逐项拢知。我做牧师，对以前到即摆，我嘛毋敢讲圣经内底所有的物件，我拢知。有真济咱无法度通知，因为有真济是离开咱真远啊，咱嘛无知。亲像讲今仔日的圣经节，咱嘛无法度通全部知。即个圣经在咧描写到底安怎真实咧发生，咱嘛无啥知影。
咱会当只有干那对字面，总是对字面的，嘛无完全是安尼。咱爱先来解决一个问题，咱伫信仰的顶面有真侪物件，掠做真通常的、真普遍的，咱掠做知影，总是若个问落去，搁一遍问落，咱无一定知哦。你问题愈问落的时阵，你会发觉着讲，到底是啥物问题？咱就讲上帝的话，圣经是上帝的话。咱拢同意对无？咱嘛相信。毋过咱搁问，咱来搁问，圣经是安那是上帝的话？要对什么款的角度来讲，圣经才是对咱上帝的话？那我的看法内底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这是咱信仰的确信，咱的宣信。毋过圣经这本册，那静静放伫遐的时阵，你讲迄本是上帝的话，人看到人嘛讲迄是一本册。毋过要诚做上帝的话，来迄个圣经的话，对你来讲有意义、有影响，安尼迄才是上帝的话。咱的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即句话其实。迄是信仰，我讲信仰的话，论真若要搁讲较实，咱得爱搁加解释，就是讲，古早以色列人因用尽方法来要证、来要解释、来要见证因所体会到的上帝。若要论真来讲，是爱安尼讲。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就是古早以色列人因上帝的选民，因用尽方法，无论用故事、用诗篇、用诗、用迄个智慧文学，用各种的方式，因来要见证上帝伫因的历史、伫因的生命中间所启示的。大作为用这个要来见证上因所体会到的上帝。上帝，咱搁问一个问题：上帝敢真正敢若只有以色列人、古早以色列人所体会到安尼的上帝那点？毋是，上帝比这个更较宽。咱今仔日咱每一个人对上帝有无共款的认捌。咱若特别咱若体会到上帝的拯救，特别。是对破病、对重病得到医治的人，咱会真感激着上帝的拯救，即款的大快乐。总是上帝敢若真正亲像咱所体会到的安尼尔尔。我毋是，上帝比咱所体会到的拢搁较宽。所以我若要讲即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较爱用一个。故事，咱对小学的时阵，拢捌读一个故事，就是四个青眉人在梦象，梦一只象。这个故事是印度的故事，以前咱嘛毋知影咧，后来咱才知影，这是印度对印度传来的故事。这四个青眉人在梦象，然后因梦到大象的无共款的部位，后来因讲出讲象亲像什么？有人讲象亲像一块大块壁，因为伊望到大象的身躯；有人讲迄个象亲像一块大鸡的盔身，因为望到象的耳仔；有人讲那像一个真长的迄个管，因为伊望到象的鼻仔。因安尼讲的时阵，这个故事咱若读了的时阵，咱会感觉好笑好笑吼。毋过这个故事虽然简单。这拄拄咧讲起伫咱的人生、伫咱的信仰内面一个真实在的问题。咱知影，咱对一项代志的看法，拢有一个角度。一个交通事故发生伫遐，无共款的人看到，无共款的角度，因拢会当讲起讲，这个事故是安那。总是你袂当讲，这个事故完全是安尼。你家己一个角度，可能你看讲，这个那像是安尼，
亲像迄个棒球的裁判，伊徛的角度咧看迄个要判即个到底是 safe 还是 out， 伊有当时啊看的角度无共款，伊看到就那像安尼。毋过无共款的角度去看的时阵，有可能无共款的情形。拄拄亲像安尼，咱咧看拢无共款的角度，甚至咱的信仰，咱咧讲的信仰，咱要见证的信仰，嘛是亲像安尼。咱咧见证的信仰是真，但是毋是完全，毋是全部。即个咱大圣就爱知影，咧要讲上帝话的时阵，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都爱真坦白承认咱所理解上帝，嘛是一个，就是伫咱有限的经验内底，亲像迄个四个青面的人望大象共款，咱咧望上帝。咱望到上帝的一部分，咱会当讲，上帝就是安尼，总是咱袂当讲上帝就是全部。所以我若伫咧教派中间吼，有听到真侪人咧讲因家己的信仰，像讲真耶稣教会，因讲因是真的，我讲你讲真的，算别人毋得假。有人无共款的宗派、教派的时阵，有无共款的因的特质、因的看法、因特别好的所在，迄拢无问题。咱长老会嘛，长老会咱好的所在，咱嘛有咱的不足。所以咱长老会的人毋通干那讲，咱长老会又长又老，你莫家己安尼看扁自己，爱看到家己咱会好的所在。咱爱知影讲，咱这部分是咱的优点。每一个教派拢是耶稣基督的肢体。除了讲异端以外，咱所看见、所咧见证的主耶稣基督上帝是一部分。安尼的时阵，咱就袂去互相批评，咱会互相接纳、互相包容，甚至伫咱一个教会生活中间，你拄到一项代志意见无共款的时阵，你要解决问题，你若有即款的看法的时阵，你家己会当退落来。你袂一直坚持伫你家己的主张甲看法的中间，你会去包容无共款的人的意见，甲无共款的人的看法。这讲起来，那像做简单哦，毋过实际若发生的时阵，有时阵无遐尼容易。咱要讲上帝话的时阵，咱得爱先有安尼理解。过来，咱来看要安怎甲上帝话相应。要甲上帝话相应，就等于那像咱来用咱的方法来讲，咱手中的工具呢，可能啥？咱毋是专业的神学家，也毋是专业咧读牧师咧研究圣经的人，咱手中的工具有啥？可能灵修，咱静静灵修祈祷，咱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的理解圣经的话对我来讲什么？咱嘛会当通过小组的中间互相查经、互相分享中间。毋过你若对一个牧师要解释圣经，啊是讲对一个圣经学者要解释圣经的时阵，伊就会去进一步。就那像咱咧看病共款，咱毋是医生，咱袂晓看病。总是医生伊会晓针对伊无共款的角度，会晓针对病理你所发生的代志，会去看物件。所以咱有缘。伫信仰对圣经的看法内底，咱有缘大家尊重真侪圣经研究的人，甲圣经的学者，为什么因会安尼看法？虽然有当时啊，甲咱无共款，咱袂啥同意，总是咱得爱，因都拢爱尊重。这要甲上帝话相应，就是爱解说。上帝话对人迄个丰富的迄个意义，甲对人诶。伊个功效啊，甲伊个作用，我想迄个毋是安尼关密的，迄是开放。咱会记得，迄是开放的，毋是干安尼若定，是抑佫有真济无共款的可能。那迄个要相应吼，即个咱会有拄着足济困难，毋过咱尽量来努力。我今仔日呢？嘛，甲咱互相相甲来努力，总是我毋敢讲，即个就是已经全部。这是我做牧师一世人的努力，甲即摆
用上简单的话，甲咱大家相共分享。咱要看上帝的话，这本圣经内底，这本圣经内底，毋是干那你看到安尼，就是安尼那定，毋是干那字面你看到字面你看到安尼，有真济面你字面看到你会知，总是有诶是，你得爱深入伫伊诶内在。亲像咱要听一个人诶话，咱有当时啊，毋是听干那听表面那定，咱得爱去听伊诶弦外之音，咱得爱去听伊心内底讲无出来诶话。亲像安尼共款，咱要读圣经诶时阵，咱嘛得爱努力安尼。啊，这就亲像咱咧听人诶话共款，咱得爱斟酌听，咱得爱看，看伊心内到底有啥物款诶意思啊无？但这段圣经节是我真爱的圣经节，啊，要一遍讲好了吼，较困难。我干那讲一部分就会使。以后有机会呢，我再去甲咱讲另外较深的一个物件。咱先来看这则圣经节，伊字面上咧讲什么？咱先看伊表面这个故事咧讲什么，就是以扫雅各，伊要倒转来甲伊的兄哥以扫安尼见面和好，因为伊以前安尼为着占兄哥的祝福，骗老爸骗兄哥啊，所以逃走嘛吼。所以伊感觉讲，伊嘛爱转来甲伊的兄哥和好啊，所以伫即个见到伊的兄哥进前，伊来到伫雅博甲伊的家族甲带罗伯这个财产来到伫雅博的渡头，就是要过河迄个口，迄个溪口。啊，伫遐雅各就先安排所有的拢经过，然后伊家己一个人伫后面。这件故事就是雅各剩伊一个人伫后面遐。圣经甲咱记载伊所发生这样代志，就是圣经讲，那像有一个人来甲伊相宴，遐两个人就相宴，雅各嘛毋知影这个是啥物人，圣经嘛无甲咱写讲这是啥物人。遐两个相宴，敢若像无啥事业安尼共款，宴几暝，一直宴到天要光。啊，这个人对方就甲雅各讲，请你放我走，天要光啦。啊，我毋知影为什么较要天要光，甲得爱放伊走，咱无啥知。总是伊讲求你放我走。啊，雅各一直甲伊掠咧，就甲伊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无要放你走。啊，这属下雅各的个性，甲雅各的特质，伊就是拢爱想要抢着迄个福分。这个人，伊听到雅各甲伊要求这样代志的时阵，伊无直接答应雅各的要求，伊反倒转提出一个问题，伊甲伊问讲：你叫做什么名？伊讲我叫做雅各。然后这个人甲伊讲，以后你无搁再叫做雅各，你要改名变做以色列，安尼俩改名。啊，这个改名咱中文看袂出来，中文这个意思看袂出来，这得爱对原文内底，我等下较简单内底甲恁讲。改做以色列了后，然后这个人吼，毋知伫进前还是后壁，伊甲雅各要离开的时阵，甲雅各安尼献一个大腿根了，甲伊献一个，啊雅各就怎安尼拜。我简单讲就是安尼，啊，这个人就离开雅各到天光了后，啊，伊发觉到伊安尼骹拜，啊，然后经过迄个所在，伊家己忽然间醒悟起来，哦，我拄着上帝，我还阁活着，啊，那安尼时阵，迄个人敢是上帝？还是迄个人是上帝使者？啊，无伊雅各开始讲，哦，我拄着上帝，我竟然还可以活着，伊就一惊，
所以甲迄个所在甲伊号一个名叫做便以利，迄就是当头对面拄着上帝，总是伊也阁活的。然后这个故事还阁留一个尾啊，就是咱知影，伫真济个历史内底拢有迄个溯源，要溯源一个地名的由来，还是讲这个名的由来，拢有一个故事，迄叫做溯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嘛，有伫遮有这个功用。伊讲，迄个所在为什么名做迄个名？因为当时这个上帝使者献大腿骨，献雅各的大腿骨，互伊骹拜着，所以以后的人，以色列人以后的人，拢无食大腿头的筋，伊拢无食迄个筋。小可类似咱较早的传统，像咱伫清明的时阵，清明就爱食迄个青的物件，对无？食两饼啊青，其实即摆拢嘛煮过啊。青的物件为什么？为什么要，就是要纪念古早一个人？迄恁知影吼？你毋知吗？无有一个人，一个一个皇帝要叫出来了，伊无爱，另外去迄个温顿，好像介之推的样子。这个皇帝无为着要互伊出来放火烧，伊想讲，现在甲烧的时阵，伊就会走出来。结果伊嘛无出来，结果怎烧伫遐？你无听着？安尼，这恁转去较去考据是安尼。像讲咱为什么今日食粽？粽为着要纪念啥物？迄嘛有啊。这故事拢叫做溯源的故事，就是讲用一个故事来要溯源一个起源。这个雅各的故事有一个功能嘛，是安尼，伊要溯源迄个为什么今仔日人无食大，以色列人无食大腿头的筋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雅各伫遐捌发生迄个代志。他这个故事呢，表面上是安尼啦，表面上是安尼，其实哦，上较要紧的是伫迄个改名。雅各这个名的意思叫做雅各，这是希伯来语。雅各的名，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欺骗，伊的名的意思就是欺骗。安那会当证明呢？迄个伊骗伊的兄哥两届，对无？大囝的名分甲得到祝福，嘛骗伊的老爸得到祝福，嘛骗老班得到财产，伊所有拢要抢，拢要做头前。总是后来伊甲改名，我讲中文的名显露袂出伊的意义。雅各本来就是这个性格，变做以色列。以色列什么意思？咱今仔日以色列嘛是号这个名。毋过，迄以色列我迄个名有两个字，叫做亚夏尔甲埃尔，亚夏尔埃尔就是变做以色列尔。迄个是啥？头前迄个就是正直，你讲上帝正直，后壁这个就是埃尔，就是上帝，就是上帝。安尼恁小可就会要听出迄个意思是啥物啦？哦，雅各你以前的名，就是你的生活，你的性命。是欺骗，是爱抢人，爱得到祝福。总是你拄着上帝了后，你的名要改变。迄个名改变毋是啥，毋是干那名改变哦，是生命的本质的改变。你的名要变成做有上帝的正直。迄个是新的存有。这个话咱若甲伊跳，你若用想象，咱甲伊跳到敢今仔日个时阵，你会看到讲，咱基督徒对无信也好，诚做基督徒，也是讲你本来就出世伫一个传统的家庭来讲，你的性命你得爱自觉哦。对无信甲有信，也是讲对基督徒、对非基督徒变成对基督徒，迄个就是对另外一个性命的存有变成做一个新的存有。这就是较用铁力的话，就是讲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较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你的性命就无共款。你本来是安尼，总是你变成做基督徒，你伫你的内在的性命内底，你就是成做一个新的存在，有上帝正直，你
你的生命就有一款的改变。我毋知影恁家己的生命内底，恁家己想看卖有一款的改变无？有一款的无共款的改变无？我较早伫家庭的时阵吼，迄家庭教会，古早来入来教会信主的人，拢两种人，我甲伊归纳做两种人。一种人就是犯着鬼，一种人就是破病。犯着鬼来教会得到平安，破病来教会得到医治。就这两种人，头前阮阿公是属伫佫无啥成这两款。伊迄是迄个庙里的迄个，我拢甲伊讲迄个业余的倒头，迄毋是专业的业余的，业余的倒头是兼的啦，兼的 part time 的。因就真正迄个信仰的憧憬的足大，对一个无信到信。毋过总是嘛有人安那，有人信就信的，总是对无信到伫基督徒迄阵拢有一个习惯，就爱去家庭拄偶像。因较早大厅内底有迄偶像，偶像爱拄掉，红粿倒啦，是讲遐物件爱拄掉。毋过有真侪人嘛是无改变啊，嘛是敢若就名讲哦，你以前毋是基督徒，即摆基督徒，出来拢共款。所以有真侪人尾仔嘛来信主了后，佫拄着代志，伊嘛是佫离开。有真侪人嘛安尼。安尼离开是啥物？就是你的生命内底无一个，迄个生命内在的一个改变。你无迄个新的存有，你得爱记得雅各伊伫遮，上帝甲伊改名，伊就是要见证即项代志。即项代志，互咱今仔日来看的时阵，咱得爱用想象，咱甲伊想象，即个代志安怎甲你的信仰一个新的关联。但即个咱知影，咱即个要紧的代志，咱知影。即我甲迄个要紧的物件咧，先讲。咱最后来讲迄个即个故事，到底伊的细节是啥物？即个人到底是上帝使者，还是佫有其他的？有人讲魔神啊，讲迄魔神啊吼，到透早进前咧，大家离开啊，迄袂使，迄嘛，有人真正咧，有人安尼讲咧。总是佫有一个讲法不知合理的，就是讲，迄个人就是雅各心中的伊的兄哥以扫。雅各一世人拢甲以扫伫遐咧相拼，迄个人就是伊心中的兄哥以扫。咱在即个故事，即款的故事呢，文学的物件吼，会当甲伊具体化，甲伊表现出来一个故事，总是伊无一定实际情形，无一定是安尼。我举一个例，我最近甲一本迄个，因为真有名，一本《台湾漫游记》这本册，我甲伊看了，几日我大概看了。恁有读过无？有人中间有人读过无？有人知影这本册无？《台湾漫游记》，这是日本的一个，伫迄个1932年，日本的一个一个小说家，伊叫做青山千鹤，伊受台湾总督府的邀请来台湾，因为伊所写的小说有拍做电影，所以有邀请伊来安尼伫逐所在演讲。伊来即个所在演讲的时阵，尾后来台湾这边有介绍一个，嘛拄到好名，甲伊同款，叫做王千鹤小姐，做伊的通译，伫遐陪伊安尼台湾四过去。伊嘛有咱捌来台南，安尼规个安尼行透透佚佗透透嘛食透透，食足侪台湾的遮个物件。迄个1932拄昭和，应该敢若昭和13年的款，我大概印象是安尼。咱会记台湾当时有一个真大的地震，伫1935，恁可能敢无印象？总是我若讲即个所在，迄个今日还佫有留来，咱佫看会到。你若经过苗栗迄个所在的时阵，有一个龙腾断桥，
迄就是较早叫做嘛叫做鱼汤品，啊，即摆拢叫做龙腾断桥。迄就是迄个时阵的台中州迄个所在的大地震啊所造成。迄个原来本来是铁路的迄个路线，后来规个拢全毁掉去，啊，总是迄段啊个留的。即个青山堑壕住伫迄个龙腾，即个地动三动了后，三动前啦，三动前反正就差安尼来。伫迄段时间，啊，我要讲即个故事的意思是安怎样？因为即本册咧描写即个青山小姐甲即个王千鹤，因伫迄个伫咧旅游的中间，啊，并且做诚好的朋友，啊嘛产生一款的感情，啊，迄个感情呢，伊无写甲讲亲像女性中间的一个感情，毋过差不多超过朋友中间的感情，迄是因的关系中间的描写。啊，伫迄个描写的中间呢，有真济部分呢，伊咧描写即个王千鹤的时阵，伊会用迄个较抽象啊、较死古的物件来咧描写，然后咧表达因中间真亲密、真好的一个关系。这伫文学的中间呢，这个有一个理论叫做，对于我讲这个较深刻，总是互咱即我知影，对于真实人物咧描写，对真实人物描写的虚构性，这个较就不用讲，就是讲你咧描写一个真实人物，总是你为着要描写这个人的各种特质。你会用迄个你家己的想法，还是讲无影发生的代志，来咧描写即个人，还是恁中间的关系？我若用圣经的故事来甲恁讲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为着要描写雅各即个欺骗，甲要抢人、要骗人，咱的圣经内底还佫有一个所在咧描写，这就是共款类似即款的方法，就是咧将雅各出世。甲伊的兄哥以扫两个双生仔出世的时阵，咱会记一袂？圣经内底安那描写因两个人出世，雅各伫后壁安怎样？用手甲伊揪咧，对无？啥物人知？你咧读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啥物人知影雅各迄个时阵甲伊骹揪咧？即款的文学方法，若毋是回溯的方法，就是除了这个以外，无可能。就是回溯，就是后来咧写这个传记，要写雅各的故事的时阵，伊要描写雅各的特质，伊的个性，就将伊的个性甲伊写入去伫迄个，甚至对伊出世的时阵，伊就展现出即款的个性。你会了解我的意思袂？啊，这就是迄个文学内面描写真实人物的虚构性，总是伫文学内底是用阮即个。安尼并袂去破坏即个伊要表达的意思，所以咱知影伫遮吼，咱倒转来最后要倒转来伫迄个我要用即个小宴啦吼，这小宴呢，甲上帝为小宴，其实咱咧读圣经的中间，咱大概毋得自觉地有一款的情景。我若咧写这个诗文的时阵，我今日袂记咧查迄个诗文互咱看。我另解有机会，我要搁重新甲这话上帝话写做诗文的时阵，甲圣经的话写做诗文的时阵，我嘛拢一直感觉讲，真诶，若像我咧甲上帝话相应共款。我又特别甲伊改变做诗文，我得彻底去理解。有当时啊，爱甲伊安那，爱甲伊拍破，重新组织；有当时啊，得爱甲伊省略；有当时啊，得爱甲伊加落去，等等啊，得爱。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加入伫即个中间，就咱想甲上帝话咧小宴。啊，咱即个咧小宴的中间呢，一定有你家己本身的想象，所以咱毋免惊。有当时啊，咱咧读圣经的话时阵，咱若拄着到无熟悉的所在，还是讲咱未了解的所在，咱嘛会当跳过，咱嘛会当问，咱嘛会当家己伫遐靠你家己的想象，
这个圣经的话嘛有可能是安尼意思。我相信上帝拢会同意咱用即款的想象去想象伊的话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望咱安尼会晓得甲上帝诶话呢，伫遐相应，吼，会晓甲上帝的话相应。啊，对相应的中间，要紧一个目的就是讲，咱要望即个话会当带来咱真实的祝福，带来互咱得到真实的祝福，无论是医治，无论是安慰，无论是鼓励，还是讲得到即个话的功效对咱的祝福。这是迄个话，迄个当时雅各甲上帝的话相应，甲改名。咱对即个改名的中间，咱会当想到，最后雅各伊有得到祝福无？伊祝福伫对，你想看卖？除了改名以外，伊说伊骹摆，伊带着即个记号，一世人带着即个骹摆的记号，啊，伊不爱去，啊，伊永远都会记得即个记号。你会记得我顶出来才甲恁讲雅各的一支刺无？雅各伊知伊身躯顶一支刺，伊甲上帝要求，伊三届甲上帝要求，上帝敢有答应？无，伊只有甲讲，我的恩典到尾你通用。哦，保罗，对，是的，保罗。我刚才在讲啥？哦，迄个保罗，这是保罗新约的保罗。咱保罗得到伊爱即支刺，甲伊剃掉，总是伊得到上帝另外一个应允甲祝福，是我的恩典到尾你通用。伊带着即个得到祝福。雅各伊要求得到祝福，毋过无伊甲改名，然后选一个伊大腿骨安尼拽着，伊安尼进入伫伊的新的人生，意识到新的人生。啊，咱呢，咱求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重新甲咱创造一个新的存有，望咱会找到咱带着一个什么款的记号，来继续伫咱人生的中间。咱三个来祈祷。请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对雅各改名的故事，阮运用阮的想象力，运用阮会若亲像雅各甲上帝使者相应即款的情景，阮也想象，也体会，也期待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对你的话得到激励，阮诚做你的儿女，阮诚做一个基督徒。上较要紧就是伫阮内在生命内底，阮离开阮旧的人，进入伫一个新的人，就是一个新的存有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大家拢会当得到一款新的活命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三个来吟圣诗193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咱只是甘心乐意来奉献。只是来奉献赞歌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，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。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。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，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消息报告。本主理由愿感谢地牧师来教会进度，愿咱对上帝话语中得到生命的启示，搁伫生活中实现出来。第二点，台南中华财务部伫7月18拜六9点到12点半要举行2026年的财务研习会。地点是伫个后甲教会是8点半要报到哦，所以财务同工请留意。第三点是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，伫个7月25下晡的3点，伫台南顺演。地点是伫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哦。若是有想要参加的，就是甲咱摩丢乐讲一下报名。然后第4点是主日是文理事工奉献的主日，是对由太平境教会的牧师来教会正道代表个请安报告。礼拜中有萨克斯风的演奏哦，邀请大家尽量出席。报告到这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迄人讲，你的名无要搁叫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，拢得到较赢。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人都得胜。”创世纪32章28节。要补充吗？这是咱来补充报告。
感谢平安啊！咱今仔日看到迄个爱你，去你往看麦，跟谭文友哦，久久无看着吼，伊若倒来台南吼，一定含咱出来来敬拜上帝吼。咱的执事的查某囝吼，好，来佫有一点就是咱第4点咧讲到，咱后礼拜是朱牧师伊要带因的萨克斯风团来咱遮吼。啊，因为我拜四的时候，我有遇到伊去开会的时候，我有遇到伊讲有一点紧张啦吼，惊就是讲因遮，因为你安怎因的迄个萨克斯风乐团拢足侪岁，我看拢65岁以上，70几岁、80几岁拢有，嘿，吼啊，所以因是互遮的，因为因有管弦乐什么足侪乐团，啊，我是参加因的迄个曼陀林，啊，因的乐团。上主要有当时出外是伫迄个较弱小的教会，在带动因的敬拜。因为伫上个月因去到山上教会，啊，因我都无去参与。以咱教会我是若礼拜4啊，我是以咱教会主日为重要，所以我就无出门啊嘿。啊，我知影因伫即方面对弱小的教会，伫因的乐团拢会去参与伫即个活动来带动教会的活动吼。啊，所以因的乐团，我像因的萨克斯风，我知影拢足侪岁。啊，所以吼，我看咱教会年龄其实年龄层啦，袂比因遮乐团的年龄佫较大。所以咱佫有气力来做服侍，有气力伫献歌队也好，也是伫咱其他的事工，因咱的无牧者中间，咱佫较需要同工出来，那个同心合意来做工吼。我报告到遮。只是咱三个来公道哦。万能的天父上帝，阮要去掉你失去的同在，伫阮明白的时，伫阮明白去珍惜的时，伫阮知影常常感谢的时，伫阮晓悟你是阮一生的盼望的时，你的疼、救赎、赦免，要甲阮三甲同在。撒旦的试探甲攻击，永远是有。总是原知阮所盼望的，是过世界的独一真神。希望若是去做伫个絆折，阮就坚固。安尼的信心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只是咱来吟袂变诗，信心诗178首，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。吟诗了，咱请牧师来接导，请起立。主
但愿天父上帝恩典、圣神的相通，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使咱每一个人对遮出去，伫咱四周围的中间见证上帝的疼，对一粒到永世代不尽。阿阿门门。